大家好，我係茂哥。如果同你講有一個位於皇后大道中新世界大廈旁邊以及置地廣場對面嘅鋪頭，足足吉咗10年，少收租金數億，你會點諗？呢個家族上演過港版舒特拉的名單，或者更多港人熟悉嘅國產007逃避打靶送煙仔嘅故事。呢個係屬於萬興行集團盧家嘅故事，一個中環隱形地主嘅家族故事。呢個故事由第3代嘅掌舵人離世講起。萬興行集團嘅第3代掌舵人兼董事總經理 Raymond Lo， 同時係余道新嘅外孫，上周離世，享年74歲。萬興行由第一代盧勉龍喺1934年創立，佢當年喺香港賣香煙起家，甚至比可伯何英傑更早，算得上係一代煙王。Raymond 其實唔係長子的孫，但因為堂哥盧志祥喺美國做科研，無意繼承家業，所以由佢繼承。Raymond Lo 樂善好施，曾捐唔少錢俾東華、保良局以及樂施會等多個慈善機構。不過喺銜頭方面，淨係得個科大嘅名譽校董。佢嘅家族主要喺中環同埋灣仔持有多項商業物業收租，估計市值超過8億。最著名嘅就係萬怡大廈，係集團第一個嘅商廈項目。萬怡大廈屬少數橫跨4條街嘅商廈，上有皇后大道中，下有德輔道中，兩旁係砵甸乍街以及萬怡里。其餘嘅物業包括中居嘅商廈太平行、百佳大廈、裕昌大廈、多靈大廈等，以及近年翻新設超過200伙嘅服務式住宅 Low Plus at 軒尼詩啦，可算話中環嘅隱形地主之一。位處皇后大道中嘅太平行，若果大家留意，會發現該處有一棵地鋪丟空近10年，更一直傳出唔少嘅都市傳說，例如曾經有傳有凶案發生，亦有傳該地鋪係富豪私鬥，更加有人講該處係秘密組織嘅辦公室。但最多人認為嘅係因為業權問題，所以一直丟空。咁真相係點呢？先賣個關子。該地鋪位於新世界大廈以及置地廣場嘅太平行地下 A 鋪以及地庫複式鋪位，總共7179尺。該鋪位可謂見證中環嘅起伏。2007年，意大利嘅品牌 Diesel 以尺租151蚊租下該鋪連1樓以及2樓，總租金高達220萬。到2011年 Diesel 續租，月租升至391.75萬，尺租高達269蚊，但其後一直丟空。足足吉咗接近10年，喺2024年獲國際品牌 Nike 以每月僅60萬承租，尺租僅84蚊，表示尺租較高峰時10年前高位跌近70%。而該鋪位嘅業權係由盧氏家族完整擁有。有地產界笑稱，盧家喺10年內隨時少收租金數億，不過由於盧氏家族資產過百億，一年收租高峰時隨時10億以上，所以區區丟空一個鋪位10年就問題不大。由於盧氏家族一向非常低調，唔會接受傳媒嘅訪問。佢家族中較出名嘅應屬 Raymond 嘅三姨丈李福少啦。李福少係李國寶以及李國章嘅叔父，曾經喺1987年10月大股災時決定聯交所需要停市4天，成為全球唯一喺股災中停市嘅股票市場，結果惹嚟極大爭議。盧家本屬中醫世家，盧勉龍嘅父親盧子開係著名中醫，家族原本住喺窩打老道79號有3萬尺嘅盧昌大堂，大屋裏面住有40名嘅工人、服侍少爺以及小姐。父親盧子開同埋三子盧英群喺當年德輔道中聚香園嘅樓上，即係現址萬怡嘅對面，開設咗盧氏父子診所。盧家長子盧勉龍因為識講英文，1920年代去英美煙草公司任職文員，工作咗20年之後升至華人經理。喺盧家嘅鄉下南海小塘塘尾村，連個半百嘅鄉親都識到盧勉龍係50-60年代香港嘅大有錢佬。當時有個75歲嘅鄉親盧炳南話，盧勉龍後生時喺香港救過一個跌落水嘅英國人，人哋問佢想要啲乜嘢，佢就話想要份工，於是嗰個英國人就介紹佢到英美煙草公司做嘢啦。亦有傳聞1940年代日軍佔領香港，盧勉龍仔英美煙草嘅洋人同事被日軍關進赤柱集中營，為免佢哋被日軍虐待，盧勉龍於是以香煙疏通日軍，又供應食物同埋煙仔俾獄中嘅上司，上演真國產007嘅故事。
戰後英美煙草嘅洋人為咗報答佢，於是就將港澳嘅獨家代理權俾咗佢啦。不過按萬興行嘅網站資料顯示，該處列出咗盧勉農早喺1934年已經成立萬興行及取得英美煙草嘅分銷權。佢本人就喺1938年出任東華嘅首任總理，顯示戰前已經發跡，就唔知邊個屬真屬假啦。不過無可置疑嘅，國產007嘅故事的確令佢如魚得水。戰後香煙嘅銷量喺香港極好，作為代理嘅盧家自然豬籠入水。據知港府喺1948年首次徵收私人入息稅10%，盧氏當年一口氣繳交咗80幾萬嘅稅，成為香港私人繳稅最多嘅人。由此可以推論，盧氏當年已經有800萬嘅收入，可以夠佢足夠買入20塊嘅豪宅地皮。而盧勉農亦於1948年以410萬買入首塊地皮，並於1957年建成第一代嘅萬怡大廈。該商廈更設全港首部嘅自動扶手電梯，成為中環嘅地標，名噪一時。當時開幕時吸引咗除咗傳媒爭相報道，不少家庭更加一家大細喺自動扶手電梯搭上又搭落。而位於2樓嘅紅寶石餐廳更加係萬怡大廈嘅象徵，每逢周六晚都有紅寶石音樂會。紅寶石餐廳由恒生銀行創辦人之一嘅梁植偉以及景福珠寶嘅創辦人楊志雲所開設，係香港早期嘅高級西餐廳。萬怡大廈裏面仲有人手做嘅英國山打皮鞋公司，以及以奶茶以及蛋撻聞名嘅蘭香室。而當時早期嘅萬怡大廈嘅商場地鋪，有一間英美嘅煙草香港總代理萬興煙行，就係盧氏家族嘅咧。據悉，鬼才黃霑亦曾經喺萬興煙行打工，唔怪得知煙不離手啦。萬怡大廈喺1999年完成重建，至今仍然保留住嗰一道扶手電梯。喺1949年，盧氏以40萬及當時洋人最佳嘅嘉道理道1號，全部以現金支付，無需按揭。其家族持有物業至今。盧勉農喺1953年同主要創辦人菲律賓華商洪文舉創立有餘商業銀行。有餘商業銀行又稱有餘銀行，高峰期有6間分行。1965年嘅銀行危機中，由於有餘銀行過分支持華資地產商以及中小型建築商，陷入債務危機。1966年嘅9月，港英嘅財政司郭伯偉就勒令有餘銀行交由匯豐銀行接管。去到1969年，有餘銀行就被迫清盤。盧勉農另外喺1955年同周石連爵士等人創立華人銀行以及遠東保險。華人銀行喺1982年被海外信託銀行收購，輾轉落到嚟自印尼嘅力寶集團全資擁有。最終喺2002年，中信嘉華銀行斥資42億收購咗華人銀行。盧家喺1964年喺中環興建太平行，1968年興建裕昌大廈，1975年建立百佳大廈，1976年建立多寧大廈。另外2棟嘅住宅樓則係1967年建立灣仔嘅齊安大廈，以及1968年建立嘅齊康大廈。物業至今仍然未出售作收租嘅用途。創辦人盧勉農喺1980年過身，加上香煙代理嘅佣金又逐步下調，以及政府大幅調高煙稅，萬興行其後亦退出煙草代理行業，改做包租公。下次大家再途經中環灣仔時，抬頭見到上述此等名字嘅商廈，就知香港地真係好多講不出聲嘅 old money 嘅啦。如果中意呢條片嘅，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啦。仲有，若果想大力支持我哋，可以 super fans。多謝咁多位，尤其係會員嘅支持。